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看了安德烈了后，咱今仔开始要来看西门彼得，这个上界出名的使徒，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学了你，今仔日阮奉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名，组织做伙，为着要领受你至圣的话语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到阮中间同工，开阮心灵的目睭，光照阮的理智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，以及所教示的真理。主啊，阮恳求你赐落更较济的信心，互阮会当定义尽力，伫生活中间去实行你的话语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阮来祈祷。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开始来看西门彼得。伫圣经中间有4遍提出12使徒的名单，其中拢是用彼得做大先，然后卖主的犹大做上落尾。咱来看一段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书的第10章。提起到12使徒的名单的时阵，安尼写，讲这12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佮称作彼得，佮有伊的兄弟安德烈，等，然后记载这12使徒的名。所以咱看起到，拢是将彼得放伫上大先。当圣经中间提到主所听的3个使徒的时阵，也是讲，甲主上界亲近的3个使徒的时阵，拢嘛是用彼得做大先，拢是写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所以一直到今仔日，咱一旦提到使徒，咱首先想到嘛是西门彼得。彼得这个人的个性也真直爽、真可爱、真冲动，但是非常热情。伊是使徒的代表。也是当时门徒的发言人，徛踮伫使徒的领导地位，都会当对伊的身躯顶得到真侪学习的功课。牧师打算要用5个礼拜的时间，甲大家做伙来想彼得这个人。咱今日首先来看伊的名。彼得的原名叫做西门巴约纳，这是记载伫马太16章的17节。意思是讲约纳的囝西门，但是约翰福音书称伊做约翰的囝西门。西门其实伫当时阵是一个真普通的名，就是咱咧讲的菜市仔名。但他福音书都有7个西门。那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已经听咱祈祷的声。彼得是主耶稣基督替伊号的名。这个名毋是当时阵习惯用的一个名，是一个偏名。甲当时阵阿兰语的这个技法同款意思，意思是石头的意思。彼得的意思是石头，伊确实是一块石头。一开始是一块石头，到落尾嘛是一块石头。但是石头的性质有真大的改变。咱今日要做伙来思考。而且学习伊生命特点。首先，咱也知影，检查亲像彼得这么伟大的使徒，伊也是甲咱真侪人、一般人相款，真软弱。咱来看一下圣经对伫彼得的描述。其实，咱还真感谢圣经的作者，因真忠实记录真实的使徒的性格，互咱来学习。因无因为这人是使徒，伫教会中间有特别的地位，所以去美化因这人。其实这互咱得到真大的鼓励，因为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使徒甲咱同款是平凡软弱的人，但是这款平凡软弱的人，照样会当互主来使用，用来荣耀上帝。咱三甲来看圣经中间。所描述的西门彼得是怎样一个人？首先咱看见到，伊是一个言行无经过思考的人。
彼得是一个真单纯的人，伊的特点就是，人讲一条肠啊通到底啦，就是华语所讲的叫做心直口快。伊讲话讲了真紧，讲话讲了上济，问题嘛问了上济。因为每一遍许多若有问题，拢是塞伊出来问。所以我过去常常讲生切讲，这就是 7-11 的由来啊。因为大概拢是西文伊咧问啦。如果咱若详细看圣经，咱会发现讲彼得的软弱真侪时阵是因为讲话讲了伤紧所带来。譬如讲，耶稣要去克西马尼园祈祷进前，耶稣对众门徒讲：“今暝你哋为着我的缘故，拢爱跋倒。”这个时阵，彼得就跳出来讲：“众人虽然为着你的缘故跋倒，我却永远袂跋倒。”然后耶稣对彼得讲：“我实实甲你讲，今日暗时解题进前，你会3遍无认我。”叫彼得嘛，迄个时阵真有自信讲，我就是必须要甲你同死，也总袂当无认你。但是咱拢知，最后伊跋倒了非常厉害，就伫迄暝，伊3遍无认主。所以彼得总是对家己有过头的自信，比较讲话讲了伤紧，言行无经过思考，这是伊第一个性质。另外，彼得虽然跟对耶稣3年的时间，但是伊确实无法度完全明白耶稣，时常误解耶稣。伫3年的中间，有几啊遍，佮真显出彼得的懵懂甲愚妄。譬如讲，耶稣伫山上变貌的时阵，彼得看见有摩西、有以利亚因显现，甲耶稣咧讲话。伊这时阵，伊就提议，伊对耶稣讲：“公主啊，咱伫遮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伫遮搭3个寮啊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咱看起着，彼得竟然是遐尼愚妄自私啊！耶稣甲摩西、以利亚，因咧谈论的是耶稣将要伫耶路撒冷拄着这受苦、受死的代志。伊竟然是遐尼自私，因永远留踮伫山顶，互伊无去顾山骹人的需要，袂去知耶稣是爱落山去执行天父所交代伊的使命。佮另外，咱看起着耶稣大这门徒讲，伊家己将要伫耶路撒冷受苦的这情形的时阵，彼得马上出来阻挡，伊求耶稣到边仔去。考劝伊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讲，责备耶稣。伊讲：“无主啊，这件代志绝对袂临到你的身上。”耶稣就活过身对彼得讲：“撒旦离开我，你是我的太碍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想法，是人的想法。”可见伊迄时是完全照家己的想法在行事。无明白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，时常误解耶稣，显出彼得对真理是偌尼啊外行。另外，伊嘛是一个体贴肉体软弱的人。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，彼得甲众门徒相反，耶稣咧祈祷，因竟然伫遐咧度孤，互耶稣家己一个人祈祷。佮耶稣去提醒因，兼讲袂当为着这件代志惊声一刻久。然后当兵丁要来掠耶稣的时阵，伊个安尼雄雄公公起来，提刀就扑这个兵丁，完全无体会耶稣的心意。所以耶稣基督呼召伊，爱互伊得着人，那亲像得着鱼同款。但是咱看起着最后主被钉十字架了后，伊竟然带头带这使徒，搁转去掠鱼，可见彼得有时是愚妄体贴家己肉体软弱。虽然是安尼讲甲彼得好亲像无一点好处，但是其实咱无需要笑彼得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相款。
咱伫军队主耶稣基督的道路顶面，拢真有可能拢是遐尼软弱、遐尼失败。咱望咱家己的心，家己问家己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一粒顽石，拢是绊脚石，常常互主耶稣基督伤心烦恼。但是接下咱要来看，彼得这粒石头，后来变做什么款的石头？彼得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是当伊互圣神充满，互圣神引出来的时阵，伊成做一粒信心的石盘。咱若详细来看马太福音书16章13节到20节，安尼记载，耶稣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来境内的时阵，而且伊问门徒讲：一般的人讲人子是啥物人？因就回答讲：有人讲是加色的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有人讲是亚利米，就是其他先知中间的一位。耶稣就问因讲：安尼，恁讲我是啥物人？这个时阵，西门彼得就回答讲：你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。耶稣就学了彼得讲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真正是有福啊！因为这真理不是人传授给你的，是我天顶的老爸向你启示的。我同你讲，你是彼得，是石盘，在这石盘顶面，我要起造我的教会，甚至死亡的权势也袂当赢过伊。我要给你天国的锁匙，你伫地面上所禁止的，伫天顶也要禁止；你伫地面上所稳准的，伫天顶也要稳准。这段经文中间，当耶稣问伊的门徒讲：安尼，恁讲我是啥物人？这个时阵，彼得伫上帝的神的感动下面回答讲：你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。耶稣明白彼得会做出这款的告别，不是出自伊家己，是出自上帝的指示。彼得宣告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。耶稣就对伊讲：你是彼得，是石盘，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这个石盘顶面。这段经文要安怎解说？而且当然不是讲教会要起造伫彼得顶面。咱来知影，即马罗马也有全世界上界大的教堂，称作圣彼得大教堂。传说就是起伫彼得的坟墓顶面。我想这种想法，还是讲这种解说，其实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误解，不是讲要将教会起伫彼得顶面。咱知圣彼得大教堂内底有彼得的这个雕像，根本一般人会传说讲，只要去望这雕像的这个倒骹，就会受祝福。所以大家拢排队伫遐要望伊的倒骹。叫一支骹到尾叫人望歹去佫换一支虽然今仔去遐看到，迄是另外一支，迄义肢迄毋是真正的骹。所以这是种传说，会当讲是种迷信。我相信，如果彼得今仔伫世间看到这款的情形，伊一定会真生气，因为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，伫哥尼流的厝内底，哥尼流是看到伊要拜伊，伊就来扶伊起来，来讲请起来，我家己嘛是人。所以咱知影彼得真清楚，伊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伊毋受什么款的特别。伊生前拢安尼做，兼讲死了爱个咱去拜伊的雕像，将教会起伫伊的墓顶面。当然这毋是这段经文的解说。安尼即句话要安怎解说？随上耶稣是安尼讲。我要将教会起造伫彼得所做所个别的信仰顶面，也就是教会爱起造伫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的这个基础顶面。每一间称作上帝教会，就是拢爱宣告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永活上帝的囝，就是咱的救世主。
也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，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，无人会当起造其他的根基。安尼，教会自然而然有耶稣迄种格外的力量，死亡的权势也袂当赢过伊。耶稣接续讲：“我要予你天国的锁匙。”这是指彼得爱拍开天国的门户，要予将来有千千万万的人得到福音，得到上帝的拯救。咱会当对后来使徒行传的记载中间明白，彼得确实伫五旬节的时阵，向3000个人宣讲，互因信主。彼得也向外邦人哥尼流拍开天国的门户，互当时阵的教会会当接纳外邦人。伫使徒行传15章中间，咱嘛会当看到，因为彼得的见证，促成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会议，外邦人宣告这件代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彼得因为这边的个别，请做一个信心的伴照，值得咱去学习。最后，咱来看，如果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彼得的话，咱来对中间去看出伊生命的改变。伊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50安尼讲：爱亲近主，我爱石头。虽然伊被人弃杀，但是上帝拣选伊，珍惜伊。恁也爱亲像我爱石头，用来起造属灵的圣殿，而且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做上帝所甘纳属灵的祭物。这段经文在对咱讲，咱看起着彼得首先个别，耶稣基督是一个我的石头。伊可能时常去想着耶稣伫世间上常常叫伊彼得，意思是讲石头，其实是咧提醒彼得，耶稣才是生命的石盘，才是生命的基础。虽然这粒起造生命圣殿的石头被世间人所弃杀，但是却是上帝所拣选。咱今日的教会，就是倚靠耶稣基督所起造的。所以，伊可讲咱爱常常亲近这个充满给我生命快乐的活石，受主耶稣基督的影响。伊呼吁所有的信徒爱来到主的头前，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给我的力量，成做活石。咱每一个人拢爱成做一粒被主改变我的石头。当咱成做一粒我的石头，是为着什么？目的就是要起造灵宫，和本的圣经翻译做灵宫，意思就是属灵的圣殿，也就是教会。咱每一粒受主要所影响我的石头，就是要起造上帝的教会。咱搁一遍来思考教会的意义。教会就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的人，每一个人拢愿意互主改变，亲像彼得相款，对一粒顽石，对一粒绊脚石，变成做我的石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彼得对一粒只靠家己血气行事，完全误解耶稣基督的绊脚石，一粒顽石，到宣告耶稣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，信心的石盘。到落尾，伊家己成做起造属灵圣殿的一块活石。咱每个人拢应该爱家己反省家己，安怎将家己献上给上帝，完成主耶稣基督伫咱每一个人身躯的计划。若属其他，当咱进入上年礼拜堂的时阵，咱看见着圣餐桌头前迄块艾欧纳石。咱就提醒家己，讲主啊，我无要再做顽石，我无要再做绊脚石，我愿意倚靠迄个永远的石盘耶稣基督，成做一粒粒
充满生命见证力，我的石头，共同来起造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，合乎上帝心意的圣殿。这是咱应该学习的，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彼得的名，互阮做伙来思考，做伙来学习。求主的圣神帮助阮，除去阮的血气，互阮对一粒顽石，对一粒绊脚石，会当改变这石头的性质，会当真心明白，阮家己是亲近主耶稣基督，会当改变成做一粒粒活的石头，来共同起造上帝的教会。求主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